住過四季酒店嘅都知道有幾咁舒服。有冇諗過你屋企都可以係 Four Seasons 呢個級數？呢座係大阪第一幢 Tower 同四季酒店數結合嘅超奢華住宅項目。Brillia Tower Dojima， 我第一次行入呢個大堂嗰陣，以為自己去咗一座藝術博物館，公共空間擺放住各式各樣嘅藝術展品，連返屋企都變成一種視野享受。大堂足足配備咗6部高速升降機，仲細心安排咗高低層專屬分流，喺度你永遠唔需要浪費寶貴時間等 lift， 成個節奏都流暢得好似置身頂級酒店。喺豪宅最怕咩？最怕得個殼，但住落唔實用。一入到呢個室內，你睇下個玄關幾闊咯，完美解決日本樓收納空間唔夠嘅死穴，鞋櫃雜物全部隱形，一入門口嗰種乾淨利落嘅 feel， 你已經知呢度係真正可以舒服長住嘅豪宅。好多大單位啲房三尖八角，好難擺家私，但呢度啲房四四正正，做睡房、書房定兒童房都零死角。跟住嚟到戲肉喎，客飯廳，香港人買樓最怕暗，你睇下呢塊大玻璃，向東南完美採光，日頭陽光通透。太太們最擔心開放式廚房會好亂，呢度工作台面同櫃桶多到你用唔晒，完美保留豪宅應有嘅美感。聚屈機喺側邊仲有個專屬儲物室 pantry， 平時買埋啲零食、紅酒、煲湯乾糧，終於有專屬空間，大把位俾你囤貨。逢年過節請朋友返嚟 party， 呢個極具空間感嘅大廳，絕對幫你賺足面子，體面過人。全屋用上低調奢華嘅色系，唔怕睇幾年就覺得俗氣，品味極高。一家人住最怕朝早爭廁所，呢度廁所同浴室完全獨立分開，配備高級智能免治馬桶，有人沖緊涼，你都可以舒舒服服去廁所。各位女主人注意啦，主人房最加分係呢個 walk-in closet， 你買落嗰啲限量版手袋、靚衫，終於有個5星級嘅陳列空間，再唔使委屈塞入床底櫃啦。仲要超開陽向正南邊嘅窗，採光通風都一流，仲有埋個迷人夜景。加上空間夠晒闊落，放張 king size 大床都絕對可以3邊落床。你老公問你又買嘢，唔緊要，衣櫃大到佢永遠發現唔到。跟住睇埋個梳洗區，哇，啲用料真係媲美5星級酒店喎。呢個位已經預留咗放洗衣機，後面仲有超大嘅收納櫃，洗手盆面唔會再亂糟糟。每日返到屋企喺度慢慢浸返個熱水靚浴，唔係奢侈，係你應得嘅。想每日返屋企都係 staycation， 即刻 inbox Amanda 了解更多啦。